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《紅樓密碼之星演紅樓夢》第112集。上集講到二老爺賈政終於破解到乖仔寶玉身世之謎，當即咧立刻從江南趕返京師啦。呢一日啱啱到埗啊，正喺屋企門口，竟然見到咧門前有幾個太監揸住聖旨，正要入內啊！賈政心頭一寒，心諗啊，唔係又出咩事啊嘛？於是都急急腳入內一齊聽旨啊！太監打開聖旨，原來皇上係要賜一個道號俾寶玉啊！個道號叫做文妙真人，文係文章嘅文啊，文妙字面可以解作咧文章好妙咁解。當太監宣讀完聖旨之後啊，賈政啦、王夫人、寶釵等等咧都十分喜出望外啊！估唔到皇上係咁關心寶玉嘅。宣讀完聖旨之後，太監就話：佢話皇上早前經已咧讀過你家寶玉少爺嘅文章啊，覺得咧十分清奇妙絕，十分讚賞啊！加上之後又聽聞佢嘅失蹤係同天上嘅神仙有關，皇上覺得此人十分可貴啊，於是就起咗愛才同埋憐憫之心，所以就下呢一道聖旨。賈政揸住聖旨叩頭謝恩啊！送完太監出門口之後咧，就同合家上下咧一齊咧聚集喺大廳之中啊！賈政自從幾個月之前動身下江南，到如今都幾個月啦。而且咧期間又發生寶玉嘅事啦，佢對住一家上下咧都十分唏噓啊！佢還是咧家人一奏咧，於是乎咧就開口咁話。佢話皇恩浩蕩啊，皇上仲冇忘記我哋賈家，我哋咧全家以後咧都要齊心合力啊，重振家聲啊，而且仲要戒絕以前嘅驕奢同埋放縱，唔可以再做出違反王法之事。在座咧有啱啱咧大赦獲釋咧翻屋企嘅大老爺賈赦，同埋隔離嘅寧國府嘅揸 fit 人賈珍啊，佢哋同時咧都係低頭不語啊，知道賈政講嘅就係自己啦。的確咧係無顏面咧再抬頭咧面對屋企人，場面就十分尷尬。好在此時王夫人就同賈政講，佢話老爺，我有一件喜事要同老爺你講嘅，就係寶釵經已懷孕幾個月，去為寶玉留下一點血脈咧，我哋呢一房嘅香火有望啦。賈政當然十分高興啦嚇，當即咧吩咐寶釵要好好養胎啊。此時侄兒賈璉亦都上前報上另一宗喜事啊，就係佢嘅女巧姐嘅婚事咧啱啱係定落嚟。賈政就問係邊一戶人家啊？賈璉話就係巧姐當日為咗避禍，跟住恩人劉姥姥去到當地嘅村莊避難時候，當地嘅一戶鄉紳啊。賈政就問起啦，呢戶人家係咩身世啊？賈璉話係當地一名鄉紳嚇，屋企咧良田萬頃啊，係當地嘅大財主。呢一家人咧有一名獨子啊，呢一位公子咧係一位少年秀才，樣貌談吐咧十分溫文爾雅，配得起咧巧姐有餘。不過咧家世就唔及得我哋賈家咁，係世代嘅功勳世家。不過勝在身家清白啊，都可以話係一段良配啊。還望叔叔咧，你試下。賈政咧微笑點頭，佢話：既然你哋都覺得合適嘅話，我都冇咩意見啊。呢一段婚事你就着手去辦啦。大廳之中咧喜事連連咧，氣氛咧相當融洽啊。鏡頭一 pan 影住大廳側邊嘅一個屏風啊，後邊企住一個丫鬟，就係襲人啦。
佢暗自垂淚啊，因為咧佢經已知道啊，王夫人同埋寶釵咧經已決定要遣返去出賈府啊。所以呢幾日咧好傷心同埋好唔甘心噃，因為澤人心諗啊，自己自細已入賈家，雖然只不過係做一個丫鬟，但係咧佢係賈寶，但係咧佢係寶玉少爺嘅最痛錫嘅貼身丫鬟，仗住寶玉嘅身份咧，喺賈家咧就好似半個千金小姐咁樣過住咧錦衣玉食嘅生活。但係如果咧佢一被遣返出賈家，賈家嘅榮華富貴同埋綾羅綢緞等等啊，以後咧就會同佢無關噶啦。而更加慘嘅就係啊，遣送出賈家之後，下一步就係要嫁人啦。但係嫁嘅係到底係一個點樣嘅男人呢？如果嫁俾一個醜樣粗魯、爛嫖爛賭嘅人嘅話，咁下半生就完蛋啊！真係越諗就越驚啊！嗱，此時澤人身後咧有個丫鬟叫佢一聲，佢話：澤人姐姐啊，你嘅阿嫂經已到咗啦。澤人咧即刻自言自語一句啊，佢話：今日終於都到啦。然之後紅住眼、皺住眉咁去偏廳啊！嗱，原來呢一日咧，佢阿嫂咧就係要嚟接佢走嘅。正在偏廳等候啊！佢一見澤人啊，就立即安慰咧。佢話：澤人啊，你唔好喊，唔好咁擔心。王夫人呢幾日都千叮萬囑，你阿哥同我啊，一定要揾一戶合適好人家咧，許配俾你。可見王夫人待你咧都係真心。待你咧都係真心相待嘅。嗱，此時咧王夫人就喺丫鬟扶住之下咧入到嚟偏廳啦。經過一輪嘅請安同埋客氣説話之後，王夫人就話：澤人嘅婚事傾成點啊？是否揾到一戶好嘅人家啊？嗱，澤人嘅阿嫂就話：回稟夫人，呢排咧媒人都不敢怠慢啊，經已提議咗好幾戶人家，而我咧同澤人阿哥咧就屬於城南嘅一戶蔣家。王夫人就問佢話：城南蔣家佢哋家境如何啊？澤人阿嫂就話啦。佢話：回稟夫人啊，蔣家咧喺蔣家家境唔錯嘅，佢哋有田有屋又有鋪。蔣家嘅主子就係蔣家嘅公子蔣公子啊。佢呢一排正在揾緊一位佢呢一排正在揾緊咧正人妻子。而且咧聽媒人講啊，佢話呢一位蔣公子咧生得咧非常之俊雅，足配得起咧澤人有餘啊。王夫人話：既然係咁，你再咧慢慢打聽一下，睇下媒人講嘅説話是否屬實。然後就望住澤人，佢話：如果真係咁好嘅一戶人家，都不枉咧如果真係咁好嘅一戶人家咧，都係對你咧一啲都唔虧待啊！亦都不枉咧，你喺寶玉之後咗10幾年嘅功勞。澤人此時咧低頭不語啦嚇，真係有苦自己知啊！活咗咁大嘅年，活咗咧都唔少時日啦，佢見過嘅亦都唔少，佢眼見唔少丫鬟姊妹出嫁之後嘅婚姻啊，十居其九都係唔多美滿嘅。媒人好多時咧講咧就天花龍鳳。但實情是否嫁得好，都要睇下自己嘅命水啊！當日咧，澤人咧就跟住佢阿嫂咧就離開賈家啦，就住咗喺佢阿哥嘅屋企。夜晚咧一個人喺房度咧就喺度胡思亂想喎，人生咁唔如意，前路茫茫啊，倒不如死咗去，仲嚟得乾淨利落啊！但係諗下，如果喺屋企死嘅話，就會連累阿哥阿嫂啊！畢竟阿哥阿嫂呢段時間為咗自己嘅婚事四處奔走，盡心盡力。如果喺阿哥屋企死嘅話，就連累阿哥不特止啊！仲咧係辜負咗阿哥嘅一番美意。於是乎呢個尋死嘅念頭咧，暫時咧就 hold 住先。
好啦，過咗冇幾耐咧，佢同蔣家嘅婚事咧，經已定落嚟啦。蔣家呢一日咧送嚟嘅聘禮咧，哇係亦都咧十分豐盛啊，顯得咧誠意滿滿。睇嚟咧，亦都咧完全唔介意咧責人咧自己咧丫鬟嘅身份喎。而王夫人同埋寶釵亦都送嚟咧十分體面嘅嫁妝啊，可見咧對自己咧其實都係十分痛錫同埋真心相待嘅。責人咧而家又心諗啦，佢哋兩方面嘅人對自己都咁好，如果自己就咁死咗，就辜負咗佢哋嘅一番美意啦。好，都係暫時唔死住啊！嫁咗過去，見步行步，再作打算啦。好啦，嗱冇幾耐咧，責人出嫁嘅日子經已嚟到啦。佢坐喺花轎之內，隨住花轎咧抬入蔣家啊。沿途見到蔣家嘅鋪排啦，蔣家嘅婚禮嘅禮儀啦，完全按照娶正人妻子嘅規格同埋禮儀去辦嘅。而且咧賈家咧亦都有唔少嘅丫頭同埋僕婦啊，佢哋異口同聲左一句少奶，右一句少奶啊。聽到責人咧，心中十分感動啊！佢心諗自己做唔成寶玉嘅妾侍，享唔到賈家嘅福，既然係唔甘心啦。不過而家睇嚟，嫁入蔣家，自己咧可以做到一個幸福嘅少奶奶咧，一啲都唔出奇喎。嗱，當二人咧係同夫婿咧交拜天地之後咧，就送入新房啊！夜晚新郎哥入到新房，揭起紅蓋頭，責人更加喜出望外，簡直就係 bonus 啦！因為原來呢個蔣家公子真係名不虛傳，生得十分俊俏啊，而且談吐溫柔，舉止沉穩啊，絕對咧你敲鑼敲鼓揾足成個京城嘅10條街都未必揾到一個比得上眼前呢個蔣公子嘅人物啊！責人呢一刻呢個心卜卜跳啊，心入邊十分感激阿哥阿嫂同埋王夫人，佢哋真係冇呃自己啊，的確係一對良配。於是乎諗住尋死嘅念頭，竟然係煙消雲散啊，甜甜蜜蜜，開開心心，洞房去也。嗱，好啦，新婚之後第2日，責人按照習俗新婚妻子就要喺新郎哥面前咧就開箱嘅，並且將箱入邊咧一早已經準備好嘅一啲衣料啦、一啲衣物，甚至一啲小玩意咧，係咧擺出嚟，係準備咧送俾男家嘅屋企人嘅。嗱，此時責人嘅夫婿蔣公子就見到箱入邊咧露出咧半條汗巾啊！即係咧古人嘅貼身係戴住嘅褲頭帶，佢覺得呢條褲頭帶點解咁熟口面嘅咧？於是乎咧牽出嚟望一望，咦，原來呢條褲頭帶就係自己幾年前經常貼身戴住嘅汗巾啊！奇怪啦，呢條汗巾點解會喺妻子責人嘅箱入邊嘅咧？係咯，點解咧？原來咧，佢哋兩個嘅婚姻咧係一段奇緣嚟嘅，好可能咧同寶玉有關嘅喎。嗱，咁至於劇情係點咧？由於今集嘅時間夠啦，要交由下集咧先同大家分解。係啦，差啲唔記得解釋咧開箱嘅咩意思啦。嗱，我哋而家經常聽到 YouTuber 咧網上邊買咗啲嘢。新奇嘅嘢咧就開箱咧俾觀眾睇啦。但係咧古時嘅開箱有啲唔同嘅，開箱係清朝一啲婚儀嘅習俗嚟嘅，就係古時咧女方咧喺新婚嘅第2日咧就要咧將自己嘅嫁妝嘅其中一個箱籠咧係咧喺夫婿面前打開。入邊咧一早就已經準備好咧一啲禮物啦，譬如衣料衣物小玩意之類咧，係愛嚟送俾男方嘅。咁咧打開箱送俾男方嘅呢一個動作咧，
就係叫開箱，係古時清朝嘅一個婚儀嘅習俗嚟嘅。好啦，嗱，去到呢個頻道去到呢一度咧，就係今集咧經已係完畢啦。唔好識記住，如果咧你係喜歡我哋呢個頻道而又未訂閱嘅話咧，你俾多幾秒我啦，就係咧即刻咧用你嘅小指頭按訂閱呢個掣。因為你每一個訂閱就係對呢個頻道嘅支持同埋鼓勵你㗎啦。然之後咧按埋側邊嘅鐘仔，一有新片上，你自動就會知㗎啦。最後咧唔好忘記俾個 like 我，同埋將呢一段片分享俾你嘅親戚朋友啦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